見過太多人明明好想同人建立關係，但一開口就冷場。你以為係自己唔識講嘢，錯，你只係唔識接話。舊年我去一個創作者聚會，見到個女仔企喺角落，手揸住部手機，眼神飄嚟飄去。佢唔係唔想同人傾偈，係唔知點開口。佢試下搭訕，講咗句你好，對方回咗句跟住兩邊都冇嘢講。佢開始慌逼出句今日天氣幾好喎，對方求其笑咗笑，段對話就咁玩完。呢個就係9成9嘅人嘅社交困境。你以為自己唔夠話題，其實你係冇一套可以照跟嘅接話方法。傾偈嘅本質係咩？唔係交換資訊，係交流情緒。好多人傾唔成偈，係因為淨係掛住內容，冇理到對方嘅感受。你講咗一大輪，對方冇感覺，段對話就死咗。你要令對方有感覺，段對話先可以繼續落去。我總結咗條公式：核心詞加情緒共鳴加引發話題，3個步驟缺一不可。但好多人只識第一步，所以成日傾唔落去。核心詞係咩？就係對方講嘅嘢入邊最有能量嗰個字。例如對方話我最近喺度學整餅，核心詞唔係最近，唔係學，係整餅。你要捉實呢個詞再問落去，但係得個字唔夠，你仲要加啲情緒共鳴。點做唔係講哇好勁，唔係講我都中意，係要具體講你嘅感受。例如整餅啊，我之前睇朋友整過啲香味，真係好難忘。你點解會開始學㗎？係突然想學定係有咩原因？你睇呢句說話有畫面有感覺，對方即刻有共鳴，仲有路可以繼續講。我用呢個方法試過好多次。有次我去商會食飯，見到個陌生人喺度聞香，我行埋去話呢陣香味好清，有花香同生果甜味，係海南沉香定係芽莊奇楠，層次好豐富。佢抬頭望我，眼仔即刻亮咗，跟住就打開咗話題。我哋傾咗半個鐘，由產地講到樹種，由結香方法講到沉香質素。點解呢個方法咁有效？因為佢解決咗傾偈嘅3個核心問題：揾唔到切入點，接唔到落去，對方冇興趣。揾唔到切入點，點算捉核心詞？對方講嘅任何一句嘢都有核心詞，你要訓練自己快啲揾到。例如對方話我最近做 gym 狀態好咗好多，核心詞係做 gym 定係狀態？答案係狀態，因為狀態係結果，係感受，係對方真正在意嘅嘢。你要問咩狀態啊？係體能上好咗定係心情好咗？對方實會繼續講。接唔到落去點算？加情緒共鳴。好多人接話淨係識講係咩？呢啲字冇能量，推唔起段對話。你要加自己嘅感受，等對方知你真係有聽。例如對方話我最近轉咗工，壓力有啲大，你唔好講係咩？壓力大都正常，你要講轉工嗰排真係難捱。我之前都試過嗰種唔知點嘅感覺，特別令人心煩。你睇呢句說話有細節有感受，對方即刻覺得你明佢。對方冇興趣點算？引發話題。你要俾對方一個具體開放嘅問題，等佢有嘢可以講。唔好問你中唔中意，唔好問你覺得點。呢啲問題太闊，對方只會求其答都 OK 啦。你要問有畫面嘅問題，例如你第一次試嗰陣係咩感覺？例如你最中意邊個部分？呢啲問題對方實接得到，而且肯講多啲。但係呢個方法有個前提，你要真係對對方有興趣。如果你只係敷衍，只係為咗傾偈而傾偈，對方實會感覺到真心係所有技巧嘅基礎。你要帶住好奇心去傾偈，你要真係想了解對方，呢個方法先會有用。社交嘅本質從來唔係你講咗啲咩，而係你令對方感受到啲咩。當你學識接話，你就學識咗令對方覺得自己被重視、被理解、被睇到。由今日開始，你要做3件事：第一，訓練自己快啲揾到核心詞；第二，學識講具體嘅感受，唔好講啲空洞嘅好、唔錯、犀利；第三，準備幾個開放性問題嘅模板，例如你係點開始嘅？你最中意邊個部分？記住，傾偈嘅本質係交流情緒，唔係交換資訊。你要令對方有感覺，要令對方肯講，要令對方覺得你明佢。做到呢3點，你就係社交高手。關注 Jackie，用數據同案例幫你拆解社交嘅底層邏輯。